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平》，我是陈丽珍。你下到一只嗰种嘅畜牧场地位度吼，我背后呢都係台灣原生種嘅台灣水鹿。因講鹿嘅到深度地位呢，18草歸深度係寶，也係體型最大嘅食草嘅動物，故所講做係山中之王。到台灣咧，畜水鹿嘅最多嘅地方呢，是到了位南投縣國鄉鄉南港村。南港村90%以上嘅村民呢，都係從土種苗曬下來嘅客家移民啦，吼。故所咧，畜鹿嘅歷史啦，客家移民呢係非常相關嘅。今日來到呢邊呢，是大家嚟了解。到南投縣畜鹿嘅產業嘅發展係樣板型，韓國以下除咗有產業發通鹿神機、水利行有所謂嘅鹿檔機嚟辦理以外呢，面臨樣板型嘅前景跟挑戰吼。等下超市度呢，用啲嘅鹿農向下來說分明，也邀請到政府單位嚟討論講，面對一種外國嘅鹿茸嘅進口，你有冇營業對策？韓國後生人係唔係要將來接呢種嘅畜鹿嘅百年嘅歷史嘅事業呢？所以本來就事業長長久久發展下去吼。等下呢，請大家來到你國鄉鄉公所面頭前，共同來說分明，也請來關心。好，以下鏡頭來到你國鄉鄉公所面頭前嘅客家文化展演廣場吼，看到你現場嘅，無論係你國縣嘅，也係國鄉嘅，也係水利嘅鄉親所等等，先跟大家問早，大家安早，大家好。好。南港村係隻鹿嘅病人行較多嘅地方吼，故所今日來到呢呢來共我哋討論啦吼。你下畜鹿嘅產業呢，佢面對到今後嘅前景，但是也有挑戰並困難哦。今日一邊來討論，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南投嘅立法委員蔡培慧蔡立委，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再來係行政院農委會畜牧處嘅家畜生產科嘅科長江文全江科長，吼。各位鄉親，大家好。好。再來係南投縣農業處嘅農牧防疫科嘅科長謝在良謝科長。各位鄉親，大家好。好，許夢怡。再來係你猜題哈，國立暨南大學觀光休閒暨餐旅管理學系的蔡宗博蔡老師，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你先來看一下啦，到底台灣嘅畜鹿嘅係樣板型畜嘅吼，其實到國鄉呢，畜鹿嘅已經超過100年嘅時間咧吼。最早聽講係新竹北部來嘅曬下來嘅鄉林嘅林鳳然後開始去到要做個山當嘅野鹿嘅來畜，畜了以後呢，去整件吼，見畜見形見旺吼。帶通貴種嘅人就開始嚟畜，主要呢畜鹿嘅呢最多嘅係呢個水鹿啦哈，水鹿差唔多佔有93%安多，那全台灣有572戶安多嘅養鹿的戶數，但是呢看一下哦，最多頭先講過3個月過係到南投縣，南投縣最多係呢個鄉鄉哦，有3980條，頭先講到整個我們的南港村哈，一個人帶有2頭鹿，這鹿比人還要多的，就是到南港村，再來係水利鄉，所以頭兩名係你國鄉並水利哈。以下有後生人來傳承，後生人都來幫人事業地位做，有乜嘅目標用嘅做法也係前進嘅，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四鹿江蘇鹿場係盧氏河當伊2擺天出愛做嘅事。32歲嘅佢已經將故鄉管理鹿場5年，係畜鹿世家第3代嘅盧氏河，因為知道熱愛已經當老咧，唔盼得今年個人辛苦，所以堅持標劈5百嘅條路，轉不卡在鹿場。我是獨子，然後我也是要幫爸媽分擔一些就是辛苦勞累的工作，對，就這邊的吃力的工作都我來做，雖然都出眾的工作，不過時間不長，大概2、3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了。然後可是時間都會綁在這邊。盧氏河照阿爸嘅經營方式管理30萬隻鹿嘅生活，一幾年來鹿茸嘅銷售弄當穩定。另外，佢對畜鹿依然熱情，甚至當看好呢個產業嘅未來性。像我對待水鹿像養寵物一樣。
就是看他们这样，养得白白胖胖的也很开心啊。我相信未来应该是，会越来越吃重的产业。对，因为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老化了，对，现在大家应该都会注重养生这方面。种建用的啦，养殖啦，能够个配种了，就嗰种要搞啦。唔是烦恼讲以后无人接班啦。12世纪林信章也是玉鹿世家第3代，其他决胜玉鹿业是一个当有名的专家，无论同玉鹿也是鹿用的行销，拢有其自家的一套管理方式。另外，对于后生人投入玉鹿产业，其优斗效力。就以决胜南港村来讲，境内几百个玉鹿场，后生来接无三项。因为其他后生人吼，略个来讲，其较无法度上头来识区啦。按掠种个行业就无，读电的条路啦，要出门就无，都无简单啦。按种我只后生个，佢要拜6礼拜就无，要带小姐啦，带本阳里头啦，出外买料啊。林信章也打拍讲，玉鹿产业要延续，除了后生人投入之外，相关嘅政策也要配合，像係农业外路嘅开放就当关键。另外，安尼嘅产业困境，其实也就是国内农牧业面临嘅状况。特定相关单位统派建议长久营运之道。南港村虽然当然是玉鹿的，不过只有3句嘅鹿场係由後生人嚟接咯。不過咧，都台灣其他嘅農產嘅生產項目嚟講，還係非常多嘅啦，哈，還是前景可期。我想強調下呢個卡口罩，說整個南投縣有大概在台灣來講，佔了1/3的養鹿的事業跟規模嘛，哈，算台灣最大嘅。那县政府農業處在這方面有特別去推廣嗎？或針對這些養鹿場有什麼樣的輔導措施，讓他們能夠在更技術上面更提升，產量上面更做好的表現？推動上哈，就是說我們補助國信鄉公所哈，辦鹿神祭啊，在經費上來去幫忙哈。韓國是補助公所兩邊是辦一啲促銷活動，好，但我們經費上就是我們整個鹿神祭的活動裡面哈，就公所嘛動引進啦哈，來做一啲鹿茸的一個促銷活動啊，那水里鄉有補助嗎？因為水里鄉哈，它只有536頭鹿啦哈，在數量上啊還少，比例上還少，所以1/8、1/4強左右啦哈。我們還是集中力量啦，因為主要係國信鄉裡底吼，飼鹿嘅學道。所以主要嘛是佢嘅事件辦下球，已辦19年嚟啦。辦下球咧，好。今日我想咧請教你嘅總阿豆理事長吼，你哋3歲半就後生人來從台灣洋片都看到嘅麼？有，伊比較從南港方面就聽到後生嘅就來停手。做了行正經千件為做的。有產業運動啦，係講政府嗰啦你安尼吼，嗱你。幫忙吼，一個停手輔導吼，運動了產業，運動就後生唔是出嚟這條路，運動還後生唔是出嚟這條路吼，好，希望你好強錯。謝謝。一篇美語叫《後生的鹿農》哈，邱先生。其實養鹿其實沒那麼好賺啦。沒那麼好賺哦。對啊，其實人家想說很好賺呢。可是，在外人的眼裡看到其實你是一次收入很大一筆錢，可是你要想說，你是一整年要靠這筆錢在生活。雖然說每年在農曆3到5月是採茸期，這個期間好像收入不錯，1公斤的鹿茸大概都有上2萬多塊的收入，可是一年就靠這一次嘛。對，謝謝，請坐。好，其實你頭先講到吼，你嘅國鄉吼係玉鹿茸青島的地方，幾多民國90年嘅時間，也是體統以後開始辦理所謂鹿神祭，要讓產業發通，今年辦了19年了吼。該初產嘅水梨呢？其實也有玉鹿嘅，但是佢也從3年前也開始嚟辦理所謂鹿當祭啦。因為鹿用係鹿嘅頭拿當嘅東西嘛，所以用鹿當祭啦嚇。嚟看一下，有安樣型嘅幫人嘅事業，有文化嘅傳承，就後生人嚟接受。喺地方上嘅產業發通，當然拍下來以後，對地方上嘅產生嘛正面嘅影響。嚟講，看到乜嘅困難嘅難題，要共同嚟面對嘅呢？想先聽聽先，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上香拜衣，祈求养路人家荣华一生。大家信心祭拜六神，发通现场还有闹热嘅表演发通，只是先过仍然一拜刮响六神寺嘅到来。另外当天嘅水陆太嘅各界风格推销刮响嘅龙铁山，30万嘅经费吼，盼到今年来，19年来盼到也132万嘅经费出去盼，也让我准备安用呢，一来因为个录用吼。实在讲，伊卖去推销啦，伊要讲起来疗效又做唔到。人头院刮响乡嘅六神寺发通，也今年一派一态，几名图也渐渐打开。发通内容也唔係個只係擺攤賣龍鐵山，還有透過其他方式，成年來進一步行銷刮響鄉嘅菜鐵鐵山。路跑佢都會吸引嘅500人報名入會，按本500人提供嘅刮響鄉南國有嘅錄用，錄用六神寺唔係講按單純嘅法度，其他結合人鄉裏嘅其他嘅產業啊，吼，你像咖啡啦，吼。草莓啦、枇杷啦，另外，同刮響鄉隔壁嘅水利鄉，呢今年也有同鹿產業相關嘅發通，按做鹿鼎記。我們鹿鼎記的活動，來讓更多遊客了解我們鹿茸的好處以及相關的農產品。因為我們水里鄉好山好水，適合飼養水鹿。那我們這邊生產出的鹿茸品質也非常的好。而且鹿茸是天然很好的一個保健食品，我們是希望借由這樣的一個活動，讓全國好朋友都能夠知道鹿茸的好處，希望大家來水里不要忘了買鹿茸回家。水里鹿鼎記已經辦理第3年，同時今年辦界比今年還較鬧熱。鄉公所希望透過安尼個發通，使得同水里嘅鹿茸推廣出去，發落菜鐵產業。台灣嘅鹿嘅產業雖然抗疫吼。全台灣只有500多戶，然後有17800頭，唔係非常的多。但是呢，一年有26公噸嘅產量，1公斤啦哈，台鐵係因為價格是浮動，那平均大概是1公斤還有26000左右，所以一年嘅產出有7億哦。所以當然你鄉公所會落力來攀哈，先強調你嘅邱鄉長是講，19年攀下來，對人哋來講，鹿神祭對刮響嚟講，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產業發通，然後又讓民俗文化結合到鄉下。攀鹿神祭嘅主要發通，主要目的都係本大家人哋講，刮新嘅鹿茸非常嘅優良，也得到人哋縣政府，也人哋農委會嘅重視，所以人哋建立當好，人哋水源要當充足，水源攏係原始林出來，人哋牧草要當健康，人哋鹿場咩係當發，所以鹿脂很健康。攀鹿神祭都主要昭告人哋台灣嘅鄉親都講，台灣省品質親好嘅鹿茸已經出得開採，今年嘅鹿茸咪非常嘅好，嫌大家過來買刮響嘅鹿茸，食了本南面人非常嘅健康強壯，本人嘅歡迎家食了以後非常嘅青春，非常嘅年少，主要目的係咧，結合人哋產業嘅其他產業嘅發通文化。旅遊嘅發通結合在一起，所以講鹿神祭佢咧攀你多啲下吼，它一直在演變成一個綜合性的活動，文化、產業、節慶的活動。但是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昭告大家，我們的鹿茸已經。老消費者帶到你嘅台灣嘅水鹿嘅年香、刮響鄉來是出來。係啦。好。隔壁嘅水里鄉呢，水里鄉也辦了3年了哈，是鹿鼎記。我們請一下水里鄉這邊的主任秘書鄉公所告訴我們說，為什麼你們3年前也開始效法國姓鄉來辦這個鹿茸的相關產業哦？因為我們水里鄉新興村，它的自然環境、天然氣候都非常適合水鹿來發展，也因此呢，我們公所這邊是非常希望來扶植我們養鹿的產業。那既然它的水鹿，那些水鹿是在這麼自然天然的環境生長，那吃着天然的牧草，那乾淨的水源，所以想當然我們的鹿茸品質是非常優良的。那公所呢就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把這麼優良的鹿茸能夠把它發揚光大。
那所以我们就选在每年的2月到6月，在鹿茸的产季期间，我们来举办一个鹿鼎记的活动。好，那为什么叫鹿鼎记？因为大家想到鹿鼎记就会想到那个金庸小说的名字。那我们想说，鹿茸就是鹿头顶上的产物，所以借由这个谐音，能够让大家加深印象，让游客知道我们水里也有产鹿茸。有产鹿茸，好，所以不是只有国姓产鹿茸，水里也有产鹿茸。好，谢谢我们乡的主任秘书。好，国姓乡他们办这个鹿神祭哦，真正当用心，拿出一本哈客家老水录，用现个文化嘅历史的歌唱产业作为出一本专门的书来收集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蔡宗博蔡老师，就是说，事实上，国姓他养鹿是上百年了，办理这个鹿神祭产业活动也已经是将近快20年，甚至还出版专书等等之类，就是说，还有水里也跟进来办，什么样的一个产业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让这个2个乡镇他们可以持续的来办，然后愿意来投入这样一个产业？然后鹿神祭从以前921地震之后办到现在已经第19届了，从一开始的只有鹿茸竞赛，到产销班，到客家文化歌谣。到美食 DIY，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活动。到去年结合枇杷季、咖啡的品尝跟路跑，它一直在进化中。那一个活动一直在进化中，就会带有不同的活力到这个活动来。那我认为在这方面其实鹿神祭做得非常好，但是在有些建议就是在行销上面产品包装。品牌建立跟休闲生活的，就是个人休闲生活的那种品质上面的连结，可以再加强，这样就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对这个鹿神祭。大家养得这么认真，也有100年的文化传承，然后也地方乡镇公所也很认真来办这个所谓的产业的活动，把这个消费者带到产地来，直接跟鹿农面对面了解鹿茸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产业。那我想请教一下委员，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地方也好好的办了，然后这个活动也办了，我们怎样在品质上面，或者说跟其他的食品安全或者卫生管理的上面去做接轨，能够让养鹿产业更上一层楼？为什么我们大概有差不多94%，就是都是到我们坦白讲，就是到我们直接的农场来采购。其实它是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养殖的用心，然后在这个养殖的过程，它可不是吃饲料的哦，它是吃畜牧草啊、狼尾草啊，都是很新鲜的这些牧草。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要说的是，我们要把鹿茸的好让大家知道。可是鹿茸的好，大家知道，除了产销履历，我们知道说，我这个鹿茸是哪一个农场出来的之外呢，我还蛮希望我们将来不管是农委会或者是我们家客家电视台啊，可以来多采访一些消费者，多采访一些中医师，多采访一些农场的，不管是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是我刚刚有访问到一个年轻人，他是养鹿人家的第4代。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鹿茸的小知识，不断的透过这些短片或者是新闻传递出去，我们才会让客群去扩大。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习惯让大家来到我们农场来买嘛，那这些客源呢有一定，那我们也希望客源多一点啊。比如说我觉得我就很喜欢用鹿茸的相关的医美的产品，那现在我知道我们慢慢的在增加，那我必须要讲鹿茸的这个医美的产品，我们怎么样去拓展，我们怎么样去共同来委托代工，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扩展。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这个蔡老师也有提到，就是体验啊。我觉得体验这件事情呢，来这里不管是体验客家，或者是体验怎么认识这个养鹿的模式，我觉得都是可以让消费者可以感受的。因为他现场可以分为您给乡亲，有没有乡亲要来告诉我们说，目前您觉得说，虽然说产业活动、行销活动办了19年，办了3年都董太胖，董也参加，但是你认为，熟鹿还有哪道的问题，係冇熟鹿嘅原因唔啲，熟鹿嘅老師傅讓啲嘅，像老徛樹老太家講好冇？媒體最重要啦。媒體啊。媒體你講，要上嚟，我哋做唔得講道啦，講道嗰邊是講要計劃就做唔得。所以就做唔得講道，所以普遍嘅種嘅宣傳，有媒體嚟講。我要專家，佢要
该有药师讲安尼，有这位院长做讲的。哦，比如讲像中医师啊，讲鹿茸地方有嘛该成分都混错公母地方有显布嘛个东西啊。以前啊，是啊，鹿茸非常好的东西，这皇帝的时代呢，等于是都变皇帝的。好，还有一个是你养鹿协会的罗启源，哎。最近面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面临的那个消费族群比较老年化。然后就是养鹿的是年轻的，来买鹿茸是中老年的。对。有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来买鹿的吗？买鹿茸的吗？比较少，就是说，主要就是说我们那个年龄偏小，那个消费者年龄偏小的没来购买这样子啦。谢谢。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蔡老师好了，就是说怎么样鹿茸这种好像感觉是老 Coco 的这种，或者说是比较银发族养生的这样的一个在《本草纲目》记载的这个形象，可以转变成年轻化？因为也许鹿茸里面有些成分，它事实上是没有年龄层的限制，它其实是全年龄层都可以吃。但是这个连结或这个形象的翻转，有没有什么建议没有？韩国怎么把人参连接到年轻族群？那我个人跟我的一些侄子侄女，他们都看到韩星在吃那个人参液。对啊，最近广告打好大哦。他们都跑去超市买，虽然说不好喝，他觉得吃完之后就会跟韩星一样，所以他们就有这种效果。所以就是行销啦，还有带亲子活动真的很重要，就是请父母带小孩来这边体验，来这边使用。小孩就会回来这边再使用，所以传承跟行销，就是所谓的媒体行销，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好，再来看到的是林正明林先生，嘿，牙医给嘛该？如果能够长辈还是前辈把这鹿茸怎么吃教给大家，那更好。好，普遍化很重要。好，感谢我们的林先生。卢先生，你的意见是？我现在讲的是外国鹿茸，现在在我们国内混淆的这个市场非常的严重，然后我们面临到走私的问题，我也希望我们的农委会的主管能更重视这样的问题，因为外国鹿茸说真的，即使它的功用，它没有比我们台湾原生水鹿的鹿茸的功用好。所以我觉得特别强调，台湾水鹿它在100年的一个文化的实用的传承这个里面，它附加的价值是成分比国外的鹿茸成分还要好。国外的鹿茸它的绒毛它非常长啦，但是就是光泽它没有比我们台湾的本身的土生土长的水鹿的色泽还要的漂亮，因为我们的台湾水鹿的鹿茸是非常油亮亮的，它的分泌的荷尔蒙是远超过国外的鹿茸，甚至是几倍以上。来，听完这么多的这个乡亲的发言，我们整理一下，台湾鹿茸面临的困难呢是普遍讲说，对鹿茸的知识，这个宣传教育唔啦，社会族群感受是讲，阿公说阿爸说，但是那些老师呢，某个就是下去，是可能。都《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就是说，其实鹿茸含有成分是全年龄层，也许都适用，没有针对哪一个年龄层比较合适。所以，呢個部分社會族群應該嚟傳承下依啲嘅感受。再嚟，使用文化冇傳承，像台灣教育才有個，最簡亂啊，最煮雞湯啊，好像超乎我們一般人想象，都覺得好像鹿茸一定要泡酒，沒有想到可以煮雞湯，還可以煎雞蛋，好，因為。嚟做，再來係外國鹿茸，好了，國產鹿茸傻搞不清楚，不唔清楚。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農委會這邊，就是說，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做產銷履歷呀？這種台灣的鹿茸有隻嗰種嘅葡萄，好一種認證，唔假是喺愛買嘅時節，當然來到鹿場買現摘嘅雞毛，一定台灣俗嘅嘛，哈。攞杯買早貨，有辦法嚟辨別講你喺台灣咧，你喺進口嘅冇？冇辦法用台灣的價錢買到便宜的進口貨，一定都消費者會吃虧。一部分農委會說政策當中有幫你推動嗎？針對那個產銷履歷鹿茸的部分，其實我們是鼓勵的。那農委會這幾年其實有輔導我們的養鹿協會，然後辦理一些優良鹿場的一些認證。我們先從場的部分，先讓消費者知道說哪些的鹿場用心去養鹿。它養出來的鹿茸是高品質的鹿茸，去吸引消費者的認同。那接下來，我們也鼓勵所謂的我們的鹿農
去进行所谓的鹿籍的登记，就是每一头鹿去做一些登记，在电脑的系统跟资料库上，我们也让消费者直接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消费者能够直接跟生产者去对话。好，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中华民国养鹿协会的刘理事长，说，事实上，可能你当然你在国姓养鹿嘛，但是你可能看到是台湾更全面，就是说，在目前的部分，我们在用鹿的个产销履历或4张 EQ 的部分吃脚老料，它该先推个食品安全啦、卫生管理做对接这样的一个认证上面，它大概接输出用完型，做都用完型。做到今年今年都有98廠，全国有98廠，有俩生产履历的 QR code 的溯源这个一个入场，所以讲这个俩成绩唔会买，俩到俩台湾全省俩鹿场啊，对俩呢个款的畜鹿嘅款的食品的安全非常的重视。消费出群的感受我是讲种文化冇传承下去，公司爸司那些时呢都冇失下去。产品的多元化，係唔係也係引導我哋思考嘅方向？冇錯，條話個後生嘅又講到講，還有呢個韓國人啊最攞多少個平常啦一打開來就有個鹿茸的個鹿茸飲直接就是濕的或者是開了就可以喝。有這樣的產品啦，鹿茸飲的產品。所以講個韓國咧食鹿茸前2年嘅中國大陸網友按進口按多的話全世界就韓國食鹿茸是最多。好，我想請教委員，就是說，事實上他剛剛講說，也希望說像韓國那樣子，有的鹿茸飲，然後冰箱打開來，隨時開來就可以喝。那事實上，這個前期準備工作可能很多，譬如說，哪些成分值得萃取出來，哪些可以做成什麼樣的這些多元的次產品啊，比如說醫美啦或面膜等等之類，事實上是需要農政單位在經費上的資源，甚至是產學合作，甚至跟大學這些相關去合作。那這個部分，您覺得說，可以做的工作有哪些？然後目前農委會他們有在做一些技術轉移。剛剛也有提到地方創生這4個字，和這4個字不是只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它大概有3個基礎，一個是人要回來。那我覺得在鹿茸產業，我們可以看到第3代、第4代大家都一起在努力了。第二個，在這個產業振興的時候，要結合科技的力量。那科技的力量就分成2端，一個是剛剛我們理事長有講的，就是我們可不可以來做我們比較精緻的鹿茸，我們是新鮮的這個銷售，可是我們還有比較次級的，我說的次級不是不好哦，而是可能我們在現切之外，我們還有多一些，我們就可以拿去萃取做醫美的材料。然後呢，我們也可以剛剛講的這個鹿茸飲的研發，但是這些萃取的材料，鹿茸飲的研發，不可能是我個別農戶每一戶都去做品牌嘛，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透過我們這個國姓鄉公所，它來提地方創生的計劃，它可以結合我們農委會的資源，可以結合我們在這個行銷方面，可能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資源，然後我們也可以結合我們衛福部來協助我們做一些鑑別，就是我們哪一些是可以做比較是我們還是以食品，可是我們可以走健康食品的方向啊，可是我們應該要去讓我們的產品多元化。那我覺得這個是未來我們在國姓產業的提振的時候，鄉公所可以來提振。那當然這個經費的來源應該是由農委會畜牧處這邊來主要協助，然後再結合其他部會的力量。從民國97年到1806年10年之間，鹿茸嘅價市的變化，每1公斤1公斤來看最高的時間呢係26020元，年4年一年跌，10年以後呢來到係24024元是講1公斤收睇差不多2000元，所以年4年咁少嘅都係係因為外國嘅紐西蘭進口嘅多嘅呢，也係講其實呢個產量有增加呢像你係問題出得好好嘅討論啦但是我先強調一下應該講文科講文權講口狀，就是說到底鹿茸的價格變化，是因為我們跟2013年跟紐西蘭簽訂了經濟合作協議之後
那当然就是说，每年这个可以进口1000公斤的关税配额，之后每年增加250公斤嘛，哈。那到2025年，这个关税要从500%降到完全的零关税，好。那其实纽西兰的这个进口鹿茸呢，它也是每年大概是31%到70%这样的量在成长，表示国内事实上这个鹿茸需求量是很大的。那既然需求量很大，为什么价格会下来？是说市场上他们抢了我们的鲜采鹿茸市场，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推出的新的这些产品跟不上市场的趋势，造成这样长期的趋势的发生？以前的龙可能没有产那么多，现在每个都200两、300两所以生产技术变好了，然后生产的这个效率也提高了。然后我们的市场并没有去更扩展。更多元，跟不上我们产量的增加，所以价格稍微反映了一些。那我们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产业团体跟农委会都知道这个状况。这几年刚刚大家一直有提到的，如何让鹿茸的产品多元化的一些开发，刚刚提到的鹿茸饮品、保健品，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甚至是医美产品的一些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开发，那这部分也都是在3、4年内大力的在推广。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策略型的转型能够让国产的鹿茸能够更多元，然后市场能够更稳定。那科长请教一下，你听我讲的按斗吗？保健食品、医美产品吗？鹿茸饮品，现在就买得到了吗？还是说我们还要再等上3、4年才能够看到成果？其实我这边要很完整的说明，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养鹿协有跟我们反映，103年2014年4、5年前，大家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开发，所以现在这些产品都有。签了台纽经济合作协议之后，隔年就开始处理。所以现在大概有什么紧实霜啦，然后修护的一些面膜啦，然后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鹿茸的那个健康的一些锭啦，那其实这些都慢慢已经有在开发，而且在技转，而且都已经有成熟的市售产品。做嘛来做产业绿开发呢？像鹿个听我讲到，鹿茸的生产技术提升了，这个生产效率提高了。像鹿个目标完都提为但是鹿茸采用的量呢，数量的增加，所以技术冇问题，伊起的生产冇问题。你起的加工呢，当到喺现场摘的，采下来以后呢，马上抛酒那现场的加工也冇问题。但是呢，真正面对很较大的消费者，要做到T3級的产业，比如说像观光工厂啦、鹿茸产品啦，甚至休闲农场等等啦，用百姓做，咁正经做得到，如果喺动江山的很容易受到惊吓，很敏感但是呢，都种发。也有一个你合格的后生人佢头摆当后生人喺入面种人啦伊神农奖的10大傑出農村青年，佢喺小鹿場呢也有做廣告，佢喺用百姓做嘅內容，先聽聽新聞記者剛才去了解一下，等下繼續來討論。今天係中華20年公共鹿場。采访2年無年客，做年了並起20夫妻結束，做老鹿場前창리。20年前，就老鄉路過同觀光做建拍，本身也夾春。一鄉鎮一特色，一休閒各行做落去做咧，觀光本人來到咧搭邊了解一下。唔像講當道咧農特產，你下游嘅要去就做觀光咧。同一般的鹿場無共用，詳細看了並起的鹿場，蔬菜較大，菜果咪較公，按用的鹿場設計，就係觀光鹿場的基本條件。有的鹿的攏較無淡啦較強強啦，較強強的鹿的，你講像傳統的，味道暗暗該可能人動強因啲就表面安尼曝曬，日頭辣唔怕，你人來去其實唔會強。所以講，你做有一小塊無共用的蔬菜啦。除咗二本鹿嘅客唔驚人客之外，用嘅老鹿產品賣出去還較係重要。了並且除咗賣鹿茸之外，相關嘅產品主要都嘅研發設計，透過當年嘅產品，增加消費者嘅接受度，擴大客群。一般嘅畜鹿嘅叫做賣鹿茸嘅嘛，就賣本嚟嘅本來嘅客戶因做嘅就係講做鹿產品，鹿產品落去你就變到講多樣化，本人來了解因嘅產業，
啊，去了解，其实我讲啊，咱伊做会用的客户啊。廖炳庆爱用透过多元的行销本路产业，含卡做的打入市场。虽然唔系大家入场注意条件做广告，不过廖炳庆数分洋的长途，每本付券用入场收费。一般消费者他们会直接去入场买鹿茸，他不知道说有方便的，不用直接来的，你自己来这边看。因为鹿江山还有许个面积也条因素，台湾的观光路场无一道。廖炳庆早在当22年前就行观光路场的路线，透过当年产品的行销，确实看到当年。还有家嘅经营方式，唔单唱做得本其他路场参考，咪喺其他农牧业做得好嘅，因为思维生产唔会卖嘅困难，系要认真去解决。台湾传统嘅农牧业，怎做得有限较多嘅未来。看睇呢里面客家乡亲收录嘅观光休闲故事以后呢，个香港人的蔡老师就说，怎么样透过像这样的观光休闲农场，就说在非产季、非鹿茸产季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消费者带到鹿的养殖的现场，让他去透过鹿的生态的了解啊，或者是鹿茸知识的这些教育啊，他可以知道说，明年采茸的时候我可以回来，或者说我可以去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和宣导，了解鹿茸它有多面向的一些使用。日本学者的那个叫松本谦的，他也是建议我们台湾的农业可以就是说戒1戒2，然后连3禁6，就是说借由我们鹿茸的生产的生活智慧，然后透过加工的品质高端化，然后来做制度标准化。然后再来接服务业在资讯、跟流程、跟品牌上面做出一些改善，然后能达到最大的效益。这是松本谦对于我们的台湾的农业的建议哈。但是有一些建议，比如说在生产面上面，它总共有3个嘛，1级、2级、3级嘛。那在1级上面就注重，变成说生产过程中现在越来越注重所谓的绿色的东西哈，因为养鹿的过程中有一些污染物。排放物跟传染病啊这些东西，要注重环保的问题。然后第2是鼓励年轻人多参与生产，现在已经有蛮多的3代4代回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吼。然后再刚刚有蔡委员讲到的，就是所谓的做出类似年轻的商品，就是怎么把它变成是刚刚那个理事长有讲到说，怎么把那个鹿的商品变成是时下年轻的商品吼。然后在于第2产业上面，就是要提升产品的包装美感。跟连接地方跟外县市的一些连接做行销，因为日本，大家都知道去过日本，他们的包装非常精美，对，然后做出来跟韩国一样，他们就是看起来你就很想买，里面内容不知道，不过包装很漂亮，多元化也可以，就比如说鹿茸巧克力啦、鹿茸其他的东西，怎么去做包装的概念，连日本的那个山葵就是 wasabi 都可以拿来做冰淇淋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种多元的发展的空间。是。好，那我问一下这个农业处好，就可能比如像这种产品包装啦，或者说这种市场的这种消费者喜好调查，农业处这边有可能提出去来做一道基础的工作。那基础工作调查做好以后，做得本来都有许多嘅农还地讲原来消费者。好啦，还有上嘅消費者，冇來到喺鹿場買鹿嘅消費者嘅想法係乜嘅？其實很多責任是在你們養鹿的人家，為什麼？因為知道養鹿知識的人最多的是誰？鹿農。你得有幾個啊？你幾個隨地養鹿知識啊？誰知道那個養鹿的一個鹿茸的食用文化？買嘢掉啊！你也得有幾個會主動提出來，讓我們這些。縣政府跟公所可以輔導你們的，因為這些中國就是很多有一種叫做祖傳秘方，他都不講出來所以造成怎麼樣？現在的養鹿人家都是單兵作戰，每一個鹿場都有自己的祖傳秘方，對，他變成說，我自己就我引他台北引他都來每次採鹿茸的時候，我就還是通地機來賣，但是我也怕。機器皮卡賣啊，平應該賣鹿茸啊，會變成這樣子啊。所以我有獨門秘方，你就一直要跟我買，就會造成這樣子。那假如合作社的話，就變成會比較有怎麼講？大家就是獨立來作戰，變成一個大家要出資本，但是資本跟技術上就是我們
整个养鹿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好了，那就针对于这种养鹿的前景的发展，你们觉得说，不管是透过地方创生也好，还是说平常就有些建议哦，可能一直讲，或者说已经提过很多次，或者说过去大家没有人注意的，那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共同对话的一个公开场合，你要再提出来的。好，我看这位邱先生是不是？我要讲的是，因为我们牧场登记证有分2种，一种是畜牧登记证，一种是畜禽饲养登记证啊。畜禽饲养登记证是5年要换一次的，可是很多人都会忘记啦。当你过期之后，南投县政府说你已经过期了，还不给你换。好，我先来问一下我们那个农业处啊，有办法比照监理所对牌照的管理吗？快要到期，赶快寄换证通知。某会发给的没有办法办理这优良牧场登记耶。其实我们南投县政府在这一块已经很宽容了哈，已经很宽容了。基本上你们预期1、2年哈，我们都还会换给你。所以说你们现在所讲的、所提到的东西，基本上他几乎是完全不提出来申请。今天你只要提出来申请，我们大概还是勉为其难的会换给你啦。用心抬价低嘞哈，你们家的证如果已经过期的哈，赶快哈，不要想说已经过期就不换，赶快拿去县政府农业处换，然后搞不好换得成功。那农委会也说尊重地方的行政的裁量权了哈。好，谢谢你。还有没有哪一位乡亲？我看看是我们的针对产销合作社这部分，好像刘理事长，理事长，对老些钱会懂多么？对，我现在就是探讨这一点。那所以说我2年前就到这个我们应该算是我们农政单位第一个辅导这个我们畜牧业嘉南养乳这一个部分哈，它组一个合作社。最成功的一个单位，对，但是有一些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是100年的，我们国信乡是100年的养鹿产业，有很多就是第1代、第2代一直延续下来，但是一些鹿场的登记的地号啊，或者是经过继承以后啊，或改变地号、分割地号这一部分有可能会有变更。最重点的话就是，我们筹组合作社了是。不光是靠我们的那个社员的股金下去营运，那可能营运起来的话会很辛苦，也有可能就不成功。那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能够整合这个计划啦，或者一些那个营运方面的人才专业人才来帮我们写一个计划。那向我们的政府单位做一个申请补助，这样。我来问一下委员哈。这个要加入合作社，要投入一大笔资金，对他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现在这个资源已经在那边，事实上是可以让他们来使用的？又或者说，成立产销合作社，它能够产生什么直接的效用，跟产销班是不一样的，而这个部分是可以多做说明的。今天我们要做6级产业，就不是只是第一线的生产，一定牵涉到加工，一定牵涉到服务业。那只要牵涉到加工服务业的话，它相对应的那个部会拓展。比如说，我就常常跟经济部的那个沈部长讲，我说你的中小企业处应该要广泛的做小额的基金。那它这个基金分成2个，一个是所谓的创业贷款嘛，青年创业贷款。那另外的是，我觉得中小企业的这个，他们现在有很多的。结合地方产业的这个整合型的计划，它过去是开放提案的，然后开放地产基金那一块吗？对，然后它开放提案的过程，它就会可能你在这个提案的时候，它评比觉得这个有发展的潜力，它就会来优先的来补助。那个补助的额度是我不敢说太多，但是绝对是在你这个产销班整合的初步，想要来建立你产业的基础，这个是有机会的这是一个方向。那第2个就是我们过去农村再生的时候，花了比较多的力气去协助这个地方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改善。但是我觉得农村要再生，一定要跟产业的活化是有关系的。那这个产业的活化的品项应该是很多元，比如说我举例，我们咖啡也是一个方向，我们的鹿茸饮，就像低基金这几年也是很红一样，它也是一个方向。那或者是说我们过去推芒果的时候，果干也是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会在农委会质询的时候，要求它的农村再生基金应该跟地方的产业活化来连结。
好，那有了产业奠基的基础之后，当然是要把这个活动给扩展呐。那这个行销方面，刚刚不管是我还有我们非常多的前辈都讲说媒体的效益，然后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说，我们鹿茸产业在这里已经100多年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怎么把这100多年的这个不管它是产业文化也好，不管是我们的经济基础也好，我们好像有整理，但是没有把我们整个的历史脉络好好的讲，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来要求文化部来结合的。如果真的有心要做的话，当地的资源其实已经变到介到位了哈。大家有强势的话，地方上那个农农之间哈，大家有强势大合好的话呢，做来提出用安内哈来都当过来申请，其实做申请的部分当中，学委会没有啊哈，客委会针对地方创生这个部分，还有那个客家那种驻点工作站啊，因为提供2个专职的工作人员1张月3万5的薪水哈，针对人家做客家庄上来做地方创生，要做那条调查，要做那条提案，要写那条计划哈，所以了多的东西呢，拿去学委会哈。大家都有想要做，我想这样才能够集合大家力量，团结力量，大做得成了哈。我看还有这位乡民代表会主席是不是？嘿，因为你啊鹿茸无入来弱点吼，有乱人啊就做唔得黑白讲，所以讲你啊做2粒个很多那个健康食品来推广，单止爱粒的吼，对了健康食品，你一般市面上的健康食品，青多个输鹿茸输清甜，佢就买到真好，做嘛个就买唔会好，所以讲咧，我感觉后生人吼。较无啲事啲当然啲爱融入户人啲偏啥，该问题嘛一太来，你推广无出去嘛。好，看我们乡公所农经科科长有没有这个宝贵意见要贡献出来？你办这个鹿茸季办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有没有一个是比较统合一个国姓乡一个养鹿的这产业的观察？刚刚有讲到合作社的成立，其实这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合作社它是一个营利单位，它才可以买卖。那我们的鹿茸几乎都是以生鲜农产品在贩售，其实它受了很大的限制。那如果我们在地的产农，因为大家成本的考量没有办法说很快的就可以成立一个合作社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做法，合作社的成立。它可以开发很多的产品，那有关技转的接收也可以非常的有效，不然就是我们要引进我们的生技企业，那我们看有没有办法说保价，让我们的农民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当然有些人很会养，可是他不会卖。如果一个良心的企业来帮我们扶植的话，那一个很好的生技公司进来，它可以开发很多的产品。那我们的农民也可以得到稳定的收益。好，那还没有乡亲要临时动议的，好，邱乡长鹿茸的产业根问题整合4点啦。外国突一边啦。第一个对鹿茸的知识不足，消费者。第2點都消費族群的減少。第3點都使用文化冇傳承。第4外國鹿茸的混淆國產鹿茸。你安尼東西因國內嘅專家簽到，我一出到嘅國鄉鄉嘅養鹿嘅南投縣呀中華民國養鹿學會有講，因一天要爭取政府嘅計劃，鹿茸咩嘅加平用嘅成功，一下下就都爭取到嘅地產基金。你一條問題，地產基金就加嗰條專家學者。本期前期都會讓研究，佢都會深入研究人哋嘅問題為哪邊，人哋嘅潛在嘅知識為哪邊，好好來發展。以前人看到嘅鹿茸落一片看到鹿茸一片一片個石泉大埔安尼，仲係個因為進步，嗰種嘅使用文化都會停留在那個階段。你喺後生人看到佢都冇介意嘅，又冇愛看到嘅東西，你一種嘅東西應用嘅去技轉。本嘅養鹿協會用嚟做一個生產合作社嘅發揮得到，我相信個地產基金嘅條嘅
很难嘅保障吼，一天都会想办法替人来解决问题。好，感谢杨总。好，那最后2个问题，我要分别请教委员跟蔡老师哈。那先请教委员，就是说，我们刚刚有一位这个农民提到说，这个农经科科长讲说，我们可以如果说我们这个要比较长远的发展来讲的话，我们也许可以透过产销合作社，或者是说这个资金上面没有这么大的成本，我们可以引入所谓生技公司做技术上或者什么样的合作。那我们知道很多我们都是小农，那小农跟这种财团或生技的集团之间，要怎么样确保小农在这样的一个合作过程中，他权益不会受损？这个过程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事项，或者说哪些政策规范要把它放进来，才能够确保这些小农他们就算是加入产销合作社，就算是加入生技集团，他们也能够得到稳定的获利，前景可期。如果说我们在这里的彼此之间，要去引进这个生技公司，我自己觉得这里头一定有几个要把关。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的这个模式，一定要是按照我们比较好的生产的模式，因为我担心如果我们到时候集约式的这些饲养就不是友善饲养，对，就会大量的生产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供应啊，大家要共同来讨论一个供应的价格，而不是让这个生技公司来决定采购的价格。这个价格的制定权要回到我们这些酪农产销班的身上。对，然后第3个就是我们往往会觉得说，好像生技公司就是出钱的是老大，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有技术的才是老大，因为要怎么种，然后怎么运用，是在各位的我们的非常多酪农的身上。好，那最后问题我请教蔡老师，就说走成多元化商品之后，这鲜采的文化好像就被不强调了。那怎么样能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小农或者是鲜采文化，它可以被保留，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合作社这样一个模式，让这个产业的前景是可以比较多元化的，不会因为这个鲜采的客户老了之后，这个产业就慢慢的没落了。这有可能双轨并行吗？那如何做到呢？但是日本的经验是，他们是用基金会的模式，他们是当地的就是农家出钱，跟政府合钱弄个基金会，然后下面又有一个合作社在同时运行，那基金会就变成说比较激动，所以对应的各单位的需求，他马上可以做出反应，然后去研究通路、研究技术，然后研究产品，就很快在运作。透过学界跟官方的协助，速度会比较慢，大家都知道应该这样子，就是无法及时的反映大家的需求，这是日本的一个做法啦。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暨南国际大学也有做跟国际奖合作做咖啡、精品咖啡啦，然后农业体验等等东西哈。那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如何推广我们这边的产业，然后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这边的产业。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这样对当地的产业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以上报告，好，谢谢老师。好，今日村民台飞来到呢国乡乡吼，呢南投县蓄录的最大的地方吼，其中咧国乡蓄录的最大的南江村，因为客家人最多的啦吼，伊使用在本土2条路的安多吼，包括人员的历史、嘅传承嘅文化，第3代、第4代都接上来吼。用版现在的样嘢讨论机会，也本大家多人了解讲哦。国乡有录的，南投有录的，其实台湾嘅录的，水录非常的多，水录、老米花录等等吼，其实都係都由每個錄用係冇共用嘅啦吼。像即係今日討論一般行家了解，大家共同嚟支持國產嘅好嘅產業。像你係村民台飛行到每日總頭去做嘅節目最主要目的。以上係今日村民台飛感謝大家收看，下禮拜請持續收聽村民台飛上台感恩之聲。